而係神對教會一個好嚴厲嘅問責。我哋諗到呢度嘅時候就冇辦法再忍落去啦，就係時候要出聲啦。你會見到，即使喺全香港已經係最關心呢啲議題，亦都有相同經歷嘅人，佢哋都係咁。從呢班有江湖地位又有學識嘅人身上邊，好明顯嘅見到一種宗教嘅僵化。主流就係咁啦，咁你仲期望佢哋會對香港做到啲咩呢？坦白講，如果你嘅方法係 work 嘅話，呢個邪教就唔會20幾年不停咁樣壯大，但係你哋一啲嘢都做唔到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Esther。呢條頻道係我嘅信仰反思記錄。過去我拆解咗好多邪教洗腦嘅招數。今時今日，我會再開一個新嘅系列，希望同大家分享我點樣將呢啲嘅反思落實喺我嘅生活裏邊。我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踏實又有力量嘅信徒。如果你睇完我嘅影片好有共鳴，麻煩大家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我嘅 channel， 並且撳呢個鐘仔，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嘅影片通知。多謝晒。Hello， 大家好，我係 Esther。喺我拍片咁耐以嚟咧，喺影片下邊嘅留言都會有類似嘅問題，就係你哋離開咗教會之後，而家點啊？咁而家嘅教會生活又係點啊？咁我最近喺時代論壇睇咗篇文章，叫做《放眼堂外的世界，在離堂世代中反思教會觀》。我覺得呢篇文章非常之好，係我哋好少聽到嘅觀點嚟嘅，正正可以用呢篇文章去分享下我自己嘅反思啦，同埋一次過去回應大家嘅關心。好多人離開教會呢件事咧，其實喺近年一直喺各大嘅文章啊、研討會啊、論壇啊，都係相當關注嘅焦點嚟嘅。但我自己本人對於呢個類型嘅題目咧係十分之無感嘅，因為我覺得睇嚟睇去都係講咗好似等於冇講咁。但係呢一篇文章咧，一開手嘅第一段裏邊有一句説話非常之吸引我。佢話越嚟越多人冇傳統嘅教會生活，但係擁抱基督徒身份，甚至更認真相信耶穌。呢句説話一入眼咧，我就已經覺得好中咗我裏邊一句好多年嘅吶喊：我離開教會係為咗更愛耶穌。一路睇落去咧，成篇文章果然冇令人失望啦。作者列舉咗好幾位古早味嘅神學家，佢哋都係喺20世紀上半葉出世。原來人哋喺60至80年代不約而同都提出咗類似嘅觀點：教會唔能夠代表天國，而教會亦都冇辦法掌握人生全部嘅答案。信徒離開教會唔單止唔係一個要解決嘅問題，反而係神對教會一個好嚴厲嘅問責，顯示教會可能冇支持，甚至乎佢哋喺度阻止緊信徒好積極咁參與同埋回應緊世界嘅需要。作者喺文章嘅末段亦都提出幾點好誠懇嘅忠告。首先，佢認為唔好預設咗離堂現象就一定係離堂者嘅問題，教會亦都要好深刻咁去反省一下。第二，亦都唔好將目標鎖定喺我哋要點樣令到嗰班離堂嘅人重新返教會。相反，我哋應該將目光轉向世界，重新去思考究竟福音係乜嘢。睇完呢篇文章之後咧，我覺得好似呼吸咗一口清新空氣，成個人好舒服嗰種感覺。喺呢個咁多虛假教導嘅時候，居然可以有人咁簡潔有力，綜合咗幾位神學家嘅觀點去回應一個講到爛嘅話題，我覺得非常之難得。之後我就去查下作者係邊個啦。原來作者楊思賢係中國研究神學院一個非常年輕嘅副教授。我即刻就去 search 佢其他嘅文章，同埋喺 YouTube search 佢啲片嚟睇啦。睇完晒所有資料之後，我對佢咧係更加之欣賞嘅。所以好想咧藉住呢個機會隔空對佢表達我嘅感謝同埋喜愛。好多謝你楊博士喺呢個咁紛亂嘅時代，你用咁貼地嘅神學去回應世代嘅需求啦，亦都用你最大嘅聲線去提醒教會要反省。同時最難得嘅係你向一眾離堂嘅人表達一份好深切嘅關懷同埋諒解，我哋非常之多謝你。咁其實我哋自己咧喺2022年嘅時候就決心離開教會啦。睇我片嘅朋友咧都知道，當年其實發生咗好多事啦，令到我哋不得不去反思，究竟點解我哋仲要繼續留喺度受虐待呢？離開似乎係唯一嘅出路。咁喺當時嘅時候咧，就有人介紹咗一個叫做微教會網絡嘅組織俾我哋知。原來有一班喺度牧緊會嘅牧者，佢哋走埋咗一齊去提倡一個理念，係只要有2-3個志同道合嘅人奉耶穌嘅名去聚集，咁就已經係教會啦，好似初代教會嘅時候一樣。可能咧，我哋以往嘅教會生活都係以配合教會嘅意象方向為目標啦，但係微教會提倡嘅咧就係鼓勵呢個咁小嘅群體一齊去聆聽聖靈嘅帶領，以最大嘅創意同埋行動力去回應呢個時代嘅需求。所有嘅理念正正就係同楊博士文章所提出嗰幾位神學家嘅觀念非常之相似，都係提醒緊教會信徒離開教會唔係一個罪，同時亦都提醒信徒我哋要去追求一個更成熟嘅信仰生活。我知道有好多人對於我咁 firm 話舊教會係邪教呢件事好唔舒服，覺得係我情緒有問題，借題發揮。官方都未一錘定音，我就開口埋口叫人邪教，顯得我好魯莽，有冇說服力。
但係個事實係，當我做足大量嘅功課，我對比咗邪教普遍嘅特徵，再對比下自己親身經歷，發現舊教會嘅做法同邪教冇乜分別。所以我認為邪教呢兩個字係對佢哋最中肯、最持平嘅一個形容詞。而佢哋嘅邪性喺我哋決定離開佢哋嘅時候，又一次表露無遺。邪教嘅典型手法就係，你要離開我，我就要摧毀你，破壞你嘅名聲。只要證明到你係錯，我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我就係啱。可能有好多老朋友已經知道發生咩事，但同時亦都有好多新嘅觀眾其實係唔明白點解我會用邪教呢兩個字。所以咧，今集我再花少少時間去講翻當年發生咩事，大家以後睇翻呢條片就 OK 啦，之後就唔會再嘥時間去講佢哋啦。好啦，個事實咧就係當年我哋無聲無息咁樣走咗大半年之後，都過緊一啲非常之快樂自由嘅新生活㗎啦，亦都同佢哋完全斷絕咗來往。但係喺某一日，有好幾個朋友同我哋講，喺呢個邪教嘅權力核心發放咗一個消息，大家要小心提防 Micah Esther， 因為佢哋喺出邊搞教會亂咁收奉獻。我哋一聽咧就真係覺得好搞笑啦。相信有唔同人都會留意到，我哋舊教會喺江湖上面出名嘅就係亂用奉獻，唔單止活動收費高，成班高層一頭半個月就會用公數去豪華遊，呢啲都唔係咩新聞，但係都係小事。但係最嚴重嘅問題，我喺金錢黑洞嘅一條片已經講過㗎啦。每年過億嘅奉獻係缺乏監管之下，佢哋會隨便自用。大家有興趣可以睇翻，我就唔嘥時間講啦。總之邪教嘅做法就係惡人先告狀。其實喺10幾年之前，我哋開小組嘅時候就已經有收奉獻呢個做法。而呢筆奉獻嘅初心就係唔想有人因為有經濟壓力而缺席活動，咁所有活動都係用自由奉獻呢個方式嘅。同時我哋亦都會去教弟兄姊妹要多啲留意下身邊嘅需要啊。喺大時大節嘅時候，我哋都會一齊去商量下，究竟我哋點樣用呢個奉獻可以祝福到更多有需要嘅人。但係對於呢間已經遠離咗人間疾苦咁多年，又淨係識得用人數同埋奉獻增長嚟證明自己成功嘅教會，佢哋其實好睇唔起一啲冇錢嘅教會，會覺得投資喺貧窮呢啲事工係冇回報，所以你甚少會見到佢哋會搞一啲例如教會合一啊，或者係扶貧嘅一啲事工嘅。如果按佢哋咁樣嘅標準，我哋做嘅嘢同佢哋完全相反，咁唔怪得知佢哋要話我哋搞邪教啦。其實當我哋知道佢哋咁樣抹黑我哋之後呢，我哋第一個反應都係一路遵從住自己由細嘅教導嘅，就係嗰啲聽憑主怒啊、清者自清啊、唔好用血氣去行事啊，最好都係沉默啦，我哋都冇諗住出聲嘅。但係激發起我哋點解要喺網絡發聲嘅呢？我哋就係諗到，其實佢哋咁樣去誹謗抹黑我哋，同時佢哋都喺度攻擊緊微教會網絡，佢哋好似抬高身價，用一個名門正派嘅姿態抹黑緊嗰啲離開咗嘅人，同時亦都喺度阻嚇緊啲會友，扼殺咗大家思考信仰生活嘅可能性。我哋諗到呢度嘅時候，就冇辦法再忍落去啦，就係時候要出聲啦。所以如果日後仍然有人話我哋好偏激嘅話，大家可以將呢段片段俾佢睇。但係如果對方都係唔認同嘅話，咁我就只能夠話佢哋心入邊對和睦嘅呢個理解，相比起打擊邪教係更加重要。因為對於習慣盲從、討厭思考嘅人嚟講，耶穌一生要致力去打擊嗰啲僵化嘅宗教，其實對佢哋嚟講意義係不大。好啦，接下落嚟好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對話。呢段對話已經發生咗超過1年前嘅啦，非常反映到權威人士思想嘅嗰種僵化，亦都好能夠解釋到點解基督教今日咁無能。同時某程度上都係我點解暫停拍片咁耐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咁事緣咧就係自從我開始拍片以嚟咧，都會收到唔同人嘅邀請，話想去認識一下或者想了解下我嘅狀況啊。通常咧我都會出嚟見個面嘅，就好似之前Peter Wong 咁樣啦嚇，即係都係非常之主動嘅約我見面。但係其中一次同好幾位牧者見面咧，就真係好經典啦。咁當時喺未見面之前咧，就已經有一個代表嚟同我講啦，佢話 Esther 因為時間緊迫，麻煩你整個 agenda 出嚟俾大家有個心理準備，我哋要傾啲咩啦。我聽到呢句説話之後咧，我心入邊其實已經有一種唔舒服嘅感覺，覺得乜我哋唔係淨係即係出嚟飲杯嘢識個朋友嘅啫咩？點解要搞到咁正式，好似擺咁大個官威出嚟？我而家又唔係要向你哋申請1000幾百萬嘅撥款，即係如果係嘅話，我就梗係要帶幾十頁 PowerPoint 出嚟見你哋啦。咁但係而家又唔係啊嘛，所以最後我係冇做到任何 agenda 嘅。咁去到當日咧，其實係一枱人咁樣坐埋一齊啦。佢哋就開始輪流問我嘅經歷啦，但係令到我好錯愕嘅係，現場除咗2位比較年輕嘅傳道人，佢哋係有睇過我啲片，問嘅問題比較精準，係值得深入討論之外咧，其餘比較年長嘅長輩咧，係完全冇睇過我啲片就過嚟啦，而且佢哋仲會問一啲闊到冇邊嘅問題，例如從頭問起。咁究竟
呢間教會係點樣操控你啊？我聽到呢啲問題嘅時候，其實我係好無奈，心入邊係覺得你哋唔係話時間緊迫嘅咩？其實大家時間都咁寶貴，你哋唔做功課就嚟，其實你哋都好冇禮貌。不過因為心底裏邊覺得仍然有人願意關注呢啲話題，所以咧我哋都按耐住所有唔舒服嘅感覺，就繼續若無其事咁樣傾落去啦。咁點知去到中段咧就更加離奇啦。其中一位喺江湖輩分最高，一講出嚟大家都識係邊個嘅前輩咧，開口埋口咧就叫我去讀神學啦。咁但係其實當時我都係非常之理解嘅，因為可能佢會覺得我哋呢啲邪教背景出身嘅人係應該要去接受翻一啲正統嘅神學訓練，去鞏固翻自己嘅信仰觀。咁我都覺得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咧我俾咗一啲回應佢，可能都令佢覺得我好狂妄啦。咁我就首先話我冇呢個呼召去讀神學，咁佢就即刻打斷我話讀神學係唔需要呼召嘅。咁我聽到佢嘅態度有少少強硬咧，我就想繞過呢個呼召嘅話題，我就話我覺得而家喺 AI 嘅時代，知識係唔一定要入學校先得到嘅。我個人嘅傾向咧係按住我自己嘅興趣同埋需要去研究相關嘅議題，我認為咁樣嘅學習係比較有效。然之後我就再拋出一個諗法，其實我哋可以資源互換啦。我擅長嘅係用時代嘅工具或者時代嘅語言去發聲，而閣下咁多位亦都有咁豐富嘅神學知識，不如你哋接受我嘅訪問啦，我哋可以一齊合作做一啲嘢。點知我嘅回應呢，就好似對牛彈琴咁，呢位前輩應該冇聽清楚我講乜嘢，佢就直接同我講，我問你有冇興趣讀神學，你話俾我聽冇就得㗎啦。因為對於佢哋嚟講，點樣打擊邪教係應該要寫好多論文，要好有神學根據咁樣去指出邪教嘅問題。基督教界咧先至可以回應你，然後喺官方嘅大層面先至可以做到嘢，就好似對雙陽水教會嘅做法咁樣。對於呢個前輩用咁強硬嘅態度回應我唔讀神學呢個問題，我係十分之唔能夠認同，因為我會覺得，我點解仲要用咁多嘅時間去做一啲人哋已經擅長嘅嘢呢？同埋我讀完神學啊，你都寫咗100幾十篇論文啦。如果你真係做嘢嘅話，你識咁多嘢，你又唔去做，而且仲喺度怪緊我唔按你嘅方法去做嘢。坦白講，如果你嘅方法係 work 嘅話，呢個邪教就唔會20幾年嚟不停咁樣壯大，但係你哋一啲嘢都做唔到啦。好啦，在場咧有另外一個有住博士名銜嘅一個老前輩啦。咁佢就問起我嘅教會生活咯喎，咁我就直接解釋俾佢聽，我而家冇返教會，因為我唔想再過一啲以前教會嘅領袖一言堂嘅生活，所以我而家嘗試緊用微教會嘅形式運作。點知佢一聽到我哋話冇返教會嘅時候咧，佢就好唔得啦，好激動咁就話：你而家又唔讀神學，自己又唔返教會，咁你自己咪一言堂咯。好嘢，應該聽到嗰啲佢聽唔到，可能佢會覺得用我嘅説話嚟反駁返我自己，顯得好似好有道理咁啦。精彩嘅事一浪接一浪，咁咧有一位原來同樣都係喺邪教出嚟，但係又唔透露係邊個邪教，跟住就去咗讀神學，而家做咗傳道人嘅一位牧者，好語重心長咁樣同我哋講，我好理解你哋呢啲覺得自己有啲才華嘅人，好想為神做啲嘢，但係你哋而家首要嘅應該要着重內在生命，安靜翻落嚟被醫治先。聽到以上種種嘅對話，你覺得荒謬咩？我未喎，因為最荒謬嘅喺後邊，佢哋最後竟然同我講話，不如你再搜集多啲資料俾我哋再衡量一下有咩行動去回應你，去幫你。同佢哋傾咗一場咁長嘅偈，去到最尾嘅結論，佢哋竟然都喺度表達緊，我哋就咩都唔會做噶啦，就交翻俾你啦。喺嗰刻，我覺得我係心淡到極點。我而家又唔係入咗啲咩神秘組織，嗰個邪教如果你行入去嘅話，大把人會歡迎你，甚至乎會重用你，去留住你。而且佢哋又非常自豪咁將自己所有嘅資料擺晒喺網上邊。咁多位位高權重嘅前輩，居然都係要叫我一個受害人去做嘢。對於我嚟講，我覺得我能夠做，我識做嘅已經做晒，並且做得太多。呢場對話其實已經發生咗超過1年，我用咗好長時間去消化，因為我好需要足夠嘅時間去沉澱，唔想自己帶住情緒去講一啲好冇營養嘅內容。我記得同佢哋傾完呢場對話之後，我有一段好長嘅時間都淨係噴出嚟幾句說話。我唔想返教會，就係唔想再見到你哋呢啲人，唔想再同你哋呢啲人講多任何一句說話。呢場嘅對話真係一葉知秋，反映咗好多嘢。我總結翻佢哋3個嘅觀點，你會見到即使喺全香港已經係最關心呢啲議題，亦都有相同經歷嘅人，佢哋都係咁。首先嗰個高高在上嘅前輩，開口埋口就叫人去讀神學，好聽啲講呢，就係好想你穩陣啲，好想你講嘢出嚟有說服力啲。但係其實背後嘅潛台詞好似同我講緊，如果你唔跟我呢個遊戲規則去玩，你連講嘢嘅資格都冇，就唔好話要嚟同我做訪問啦。第二個嗰個年紀好大嘅老博士，佢嘅聲音就好似代表緊你唔返教會就代表你唔信耶穌。睇佢嘅反應，好似覺得我哋喺度討論緊聖經，喺度侮辱緊耶穌，所以先會指住我哋嚟鬧。
而第三嗰個離開咗邪教，而家去咗做傳道人嘅牧者，肯定會俾呢啲人搞到好自卑，所以成日都要提醒自己咧，要好謙卑啊，唔好驕傲啊，先至會對住我哋呢啲有相同經歷嘅人講，你唔好講咁多嘢，要顧好自己生命先。但係我哋同你講緊要追求公義，你就同我講要先得醫治。如果我真係佢哋眼中應該要被醫治嘅一個受害人，喺呢場對話之後，我應該會吐血身亡。我冇可能仲可以咁忍氣吞聲，按捺住自己嘅情緒，咁樣去繼續同佢哋傾落去。原來你花咗咁多年去讀神學、去牧會，得出嘅結論就淨係要叫人只係關注自己。咁你仲點叫我去讀神學呢？從呢班有江湖地位又有學識嘅人身上邊，好明顯嘅見到一種宗教嘅僵化。主流就係咁啦。咁你仲期望佢哋會對香港做到啲咩呢？就係呢場對話可以見到，要將一個組織定性為邪教，呢條路係幾漫長。就唔好話要咩拯救更多嘅弟兄姊妹啊，要避免更多嘅人加入啦。呢啲簡直係一個天大嘅笑話。至於我自己係點樣睇離堂潮呢個議題呢？我知道而家有好多人仲係覺得可以搞 mega church， 可以搞好多大型嘅聚會去拯救蒼生。而另外咧，亦都有一批好主流嘅人咧，會覺得不可停止聚會。我都係好想揾一間適合自己嘅教會，安安穩穩咁過信仰生活。但係對於我嚟講咧，世界從來都係血流成河、兵荒馬亂嘅。只不過個戰場係轉移咗入教會入邊，喺人心入邊係更加隱蔽，係更加難防。基督徒成日都會幻想緊可以揾到一間長期能夠躺平喺青草地溪水邊嘅教會，所以就會成日去依賴環境，盲目咁樣去擁戴嗰啲變咗質嘅教會。呢啲根本就係錯解咗聖經。其實而家都打緊仗啦，你都仲喺度諗緊教會滿唔滿足到我嘅需要。而家個情況就好似明明棟大廈都燒通頂啦，但係仲有人會居然去諗點樣可以執靚間屋裝修得好啲，一樣咁荒謬。所以我覺得而家係由頭開始自己去耕田、自己去掘井、自己去起屋嘅一個階段，冇任何人可以依靠。如果你相信呢個神係真嘅話，我會覺得而家嘅情況係讓子彈繼續飛咯。外面群魔亂舞唔係一定係壞事嚟㗎，表面嘅太平盛世咧係會令到人哋好安於現狀，又會令到嗰啲系統同埋制度越嚟越牢固，而既得利益者喺當中就會更加去捍衛自己嘅資源。但係唯有當危機出現嘅時候，正正就係拆位嘅時候，好似一塊照妖鏡咁，照出一啲光怪陸離嘅事，令到人心去覺醒，真正從心底裏邊去呼求神，去聽一聽神究竟叫我哋用啲乜嘢實際行動去回應而家呢個局面。如果你都認同我所講嘅嘢，咁我就建議你，不如我哋一齊喺各自嘅位置，喺力所能及嘅地方發揮你嘅影響力，一齊去開始呢個開荒嘅工作，去承接住越嚟越多覺醒嘅人。最後我亦都想預告一下，因為喺上一條片呢，其中一個留言問咗一個非常好嘅問題。呢位朋友話咧，佢身邊咧都有唔同嘅人咧加入咗我呢個邪教，亦都見到咧佢哋生命咧有唔同嘅改變，就問我點睇。我覺得呢個問題非常之好，非常之值得我仔細嘅公開同大家分享，所以我喺下集咧就會一次過同大家分享噶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